礼拜五啊，礼拜五。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你呢。我也很好。请问你是陆小姐吗？我就是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海地人。我不知道海地在哪里。海地离台湾近不近？海地离台湾很远。好，你在台湾做什么？我在台湾学中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是好学生，他常常去图书馆念书。好。你觉得学中文怎么样？我觉得学中文很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对。我听说会说中文的人都会教中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会听说我觉得会说中文的人不一定会教中文。我现在很饿，你们呢？我很饿。我也很饿。你们喜欢吃哪国菜？我喜欢吃台湾菜。日本菜、台湾菜我都吃。你们都喜欢吃臭豆腐吗？我不喜欢吃臭豆腐。我不太喜欢吃臭豆腐。为什么臭豆腐很好吃？因为臭豆腐不好吃。因为臭豆腐臭。对，没关系。你们喜欢吃鸡排还是牛肉面？我最喜欢牛肉面。我也喜欢吃牛肉面。好，中央大学附近有很多饭馆，你们要不要去饭馆吃牛肉面？我要吃，因为我只会50块钱，所以我的钱不够。我现在没有钱，我不能买饭。没关系，我请你们吃牛肉面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我想喝草莓牛奶，你呢？我想喝果汁。你呢？我想喝啤酒。你能喝很多啤酒吗？我不能喝很多啤酒。你能喝多少啤酒？我只能喝6瓶啤酒。太多了，我只能喝2瓶啤酒。我只能喝1瓶啤酒。对了，明天晚上你们忙不忙？明天晚上我不太忙。我也不太忙。好，明天晚上我跟我吉里巴斯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你们要不要去？如果你们要去，我请你们。我要去。我也要去。好。你喜欢看哪种电影？我喜欢看动作片。真的吗？我也喜欢看动作片。所以明天我们去看动作片，好不好，卢小姐？好，我觉得动作片很有意思。请问你的吉里巴斯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多明瑞，他是我的同学。多明瑞，哦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他很有名。我听说他有很多女朋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听说他有5个台湾女朋友。很好的男生。请问我有一个问题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5个人。有谁？我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妹妹、我。
So 你爸爸做是什么？我爸爸是商人，他有很多钱。他不有很多钱。你弟弟会不会跳舞？我弟弟不会跳，他会唱歌吗？他会唱歌，他唱得很好听。那你也会唱歌吗？我会唱歌，你会唱中文歌吗？我会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愉快，真愉快。有唱歌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。好的。